哦，就是一个运动，啊，就是运动，哦，一个运动，啊，运动。你有做体育臂力比较好呗？对啊，其实啊、在练拳啊、我说真的，在练拳的当中，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我觉得练拳不是不是为了要打人啊，不是为了要欺负人，在练拳的当中，我是觉得说，就是锻炼身体，就是锻炼身体。当你遇到别人欺负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保护自己。哦，不是说我们为了练拳，就是为了要打人，为了要欺负人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哦，真的不是。哦，就是为了一个身体健康。我相信刘冠廷啊、跟江哥他们都不希望说我一直这样子，一直都在喝酒，出来练拳运动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很谢谢江哥啊，哦，也很谢谢刘冠廷，哦，真的很谢谢他们啊。但是你说我跟刘冠廷有没有仇恨在吗？其实我跟他说真的啦，呃，说真的啦，我还是有心里面有一些疙瘩在啦。但是他有跟我道歉，来，我替这个刘冠廷讲一下话，他有跟我道歉，但是我还是有疙瘩在啦，我还是有疙瘩在，哦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你想要跟我打，那就来打呗，哎，你想要跟我打就来打呗，啊，就来打，啊，就来打，对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要不要去打？你问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，因为我说真的啊，因为我瘦很多啊。对啊，我瘦很多，我瘦很多，我瘦二十几公斤。那我最近我也是尽量能吃我就尽量吃。那伟明呢？伟明，我是真的是很想揍他了啊！我真的很想揍他哦，因为他给我感觉就是内行亏都无啦，啊，你内行亏都无啊。啊，我的女人打电话给我，等一下我要先下播一下，我等一下先下播一下，我的女人打电话给我。说真的啊，我在柠檬啊，我只要说是我的女人就对了啦。我跟你讲啊，是吧？哎、我要喝完了，我要喝完了，我等下换啤酒了。啊，我要喝完了，我要喝完了，最后一口喝完我就要换啤酒了。喝完了啊，喝完了。好，我要改喝啤酒了，我没有喝了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没有喝了，我真的没有喝了，我真的没有喝了，我骗你的。啊，你若说你个人卖了我吼，我都无代志，大家都好咧开讲了啊。我没有喝了，我真的没有喝了。我来讲啊，我从头到尾在脸书跟你们讲的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我来讲，我这捌输过，我真正我自头到尾我唔捌惊过。我真正我捌输过，我真正唔捌惊过啦。真的啦，我输过啊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在怕过。所以大飞哥，你帮我点了吗？大飞哥，你有帮我点了吗？大飞哥，大飞哥，你有帮我点了吗？你有帮我点了吗？我先喝一下，我先喝完了一杯，我再去买酒，好不好？再去买酒。
女神是谁啊？我的女神你不要问。再快5分钟到，又到，谢谢大飞哥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，真的，等一下账号给我，我先汇个1000块给你，我先汇个1000块给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朋友大哥就跟斌哥一样，好像是我爸爸一样，啊，他们真的跟我爸爸一样。其实我爸爸也很关心我啊，我亲生的爸爸很关心我，真的啦，我亲生的爸爸不要讲啦，斌哥是我第2个的爸爸。现在这个全哥是我第3个爸爸，他们真的很照顾我、很疼我了、很爱我了，他们真的很爱我了。他们也不希望说我开直播就是跟大家在呛声，有的没有的，有的没有。对啊，真的啊，讲完那么多手背而力嘛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下次请我吃羊肉炉 ，OK OK。OK 吗？雷哥 OK 吗？真的啦，我旁边大哥真的是我第3个爸爸。斌哥跟我很好啊，真的啊，我死去的斌哥跟我现在的大哥很好了，厉害了，很好了，真的很好了，不骗你啊。对啊，所以有人跟我讲说戏子谁，其实我都认识啊，我都认识啊，只是没有交集啊，没有互动，没有交集啊，对啊，而且大家找出来应该大家都认识啊，对啊，大家都认识，去买一罐，没有，我等一下改喝啤酒，对啊，我会喝，我等一下等他醉，我等一下等他休息。对啊，啊我是可以喝啦，但是我明天本来是要练拳，然后因为我说真的，我现在开直播真的很硬，因为我都忍着痛，真的很痛，我都忍着痛，真的很痛，但是我都忍着。对，你们不要看我说，哎，阿生哥，你在直播上面你表现出来的，看我们都不觉得你身体有什么状况，但是真的很痛啦。我可以把那个看医院的证明拿给你们看都没有关系。啊，不要说我骗你们，真的很痛。啊，既然我已经选择我要走的路了嘛，我就走到底了。对啊，就走到路，就走到底了啦。对啊，就走到底了。对啊。谢谢不是我在白问，没有。有啦，有去看医生啦，也有去照 X 光啊，哦，然后花了2000块，啊，花了2000块，啊，真的啦，真的。大家都知道啦，这个我不用讲了，大家都知道啦。我的肋骨断一根了，对啊，延到这个背，延到整个背都是啊，真的啦。那个下播麻烦叫我好友 ，OK。对啊，你要啉高粱还是要啉秘鲁？高粱。然后我可以使啉吗？高粱吗？啊？啊。但是我在线上朋友啊，在线上170位朋友啊，我想跟线上朋友讲，千万不要吸毒啊！我想跟现在170位的朋友讲，千万不要吸毒。我不喜欢交吸毒的朋友，
如果你有吸毒啊，没有关系，我都不计较。我和你过，因为讲真啊，无关我的代志，不关我的事，那是你们个人的娱乐嘛。但是吸毒之后不要靠近我啊！我不喜欢吸毒的人啊！吸毒不要靠近我啊！我最后再想，我不管是不是兄弟都一样啦。吸毒的人不要靠近我啊！只要你在吸毒的人，不要靠近我啊！不要靠近我，我这里两口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大家谢谢，大家谢谢。谢谢大飞哥，来，人家送给我饮料，谢谢大飞哥，大飞哥谢谢，大飞哥谢谢，啊，大飞哥谢谢，啊，吸毒的人不要靠近我，啊，我跟你讲，吸毒的人绝对不要靠近我，啊，吸毒的人靠近我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啦，吸毒的人你靠近我就对了啦。你没有犯到我都没有关系啊，但是你犯到我就对了啦。你要吸毒就对了啦，你吸毒就对了啦，你犯到我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啊，真的啊，你铁板会踢不完。不要吸毒，对不对？大哥我在讲对不对？不要吸毒，对不对？但是偶尔我们做这个没有人在吸毒啊。对啊，我们这边都没有人在吸毒的。对啊，我们这边没有人在吸毒，对，我们这边没有人在吸毒。哦，千万不要吸毒。好，我这人就注重礼貌的，啊，我很尊重长辈的，啊，我就友好的，我就尊重长辈的，啊，我真的很尊重长辈，啊，你可以问我大哥，啊，可以问戏子所有的人，我很尊重大辈，我很尊重长辈的。啊，大飞哥谢谢啊，大飞哥谢谢，大飞哥谢谢。你看我们大飞哥，你看我们大飞哥人很好他真的帮我点一个决明大麦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等一下，真的嘞，赔一箱决明大麦来，不要说我骗你们哈，不要说骗你们。有看到吗？我想要看不掉，有决明大麦，赔一箱决明大麦嘛，决明大麦有没有？有看到了哈，有看到了。谢谢大飞哥，谢谢大飞哥，大飞哥谢谢。什么时候来台南？顺便你可以找红的像。对啊，我很尽早遵循啊，真的啊。哎呀，还讲啊，人爱重情重义啦，你知道有没有钱都没有关系啊，你知道吧？干你也无什么代志无法度处理的啦，你知道吧？像阮大爱讲的啦，简单就好啊，简单就好啊啦，简单就好啊，简单就好啊。快去买酒吧，我先喝完，大飞哥我先喝完。哎呀，阮大爱讲的，简单就好啊，哎呀，无法度笑呀，无法度讲呀，无莫讲啊，哎呀，莫讲啊，看要安怎啊，无阮大爱讲呀，我讲的，阮大爱讲的，阮大爱讲。我讲，我跟你说的。你要喝高粱吗？你要喝高粱吗？我买高粱。好，照顾你阿嬷比较实在，不要在网络讲这些。我跟你讲了，我阿嬷人很好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的关心，我阿嬷人很好，我阿嬷人很好。有人标注玩弯少大哥呢哈。你跟那个弯少哥也有认识啊？弯少哥人对我也不错啊，好吧？弯少哥人也不错啊，他对我很好啊。弯少哥人对我也很好啊，真的很好啊，真的啊。他还寄了4份这个樱花油饭，这个蛋黄油饭。对啊，谢谢弯少哥啊，谢谢弯少哥，真的啦，谢谢啦，谢谢这线上一些朋友们哦，谢谢啦，这对小弟的照顾这样子，谢谢。没有啊，这真的啊，就真的啊，
哦，啊也是他们真的看得起我啊，他们看不起我，说真的，干你娘，我跟沙巴赶快的，对不对？我跟石老一样。对啊，谢谢那个全台的这个台湾人的那个哥哥姐姐们哦，你们大家都看得起我这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难得看你喝2个，没有啦，这个真的很好喝哎，这真的很好喝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是决明大麦啊，决明大麦啊，这决明大麦，决明啊决。决明大麦，这真的很好喝，这我不会，这喝起来好像米浆，喝起来很像米浆，但是这真的很好喝，决明大麦，决明大麦，这真的很好喝，这真的很好喝，这喝起来就很像那个米浆。喝起来像米浆，喝起来像米浆，但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你看我超爱。看他第一次点给我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天酒醉，然后我喝了之后，我靠杯，干超好喝的。对啊，超好喝的，真的超好喝的。希望你每天都是清醒的，谢谢啦。是的，就是我还是跟新大朋友讲一声对不起啊，那麻烦新大朋友可以把能分享就多分享。我跟新大朋友讲一声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是因为我的心态有问题啊，真的啊，我心态有问题啊。那在那边跟你说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真的啊，对不起。对啊，大家都是为了钱要生活嘛。对啊，大家说真的也不想要说，因为这个台湾的政府、台湾的司法乱七八糟，然后就把整个台湾、整个社会的这个社会人民，对不对？都被台湾的这个政府都挖走了嘛，对不对？加油啦！我希望大家可以加油。我大哥为什么那么挺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大哥那么挺我就是。我靠架牌，你知道？不是我输啦，是我讲真有影的啦。你若做有够呀，对吧？人拢会看呀，对吧？我既然都已经用这条命就去拼了，对不对？我再躲也没有意思啊，我再躲真的没有意思了。你要么就给我死。我现在只可以讲一句话，你要么就给我死。对啊，我走到这边来，我说真的，我不用有钱对不对？所以我大哥会说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我大哥都叫我正哥啊，但是我妈鸡巴，我都觉得怪怪的。但是我大哥说一句话，我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说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朋友不用多，真的长辈不用多，真的疼你的、爱你的、关心你的、帮你的，你记得就好了，其他都不用记了，真的啦，其他不用记了，其他记也没有用，对啊，其他记也没有用，对啊。阮大在倒啊？靠背啊！你娘，阮大走去买烧酒啊！我大哥跑去买酒啊！我大哥都不让我花钱，我说真的他都不让我花钱。他去买酒了，他应该去买酒了啦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他应该去买酒了。他去买酒，对，他去买酒了。没有。你们说我出事怎么没有人来听我？很简单，
大家只是希望说我能更成长。大家其实说没有人想要对我怎样，大家只是希望说，哎，你可以正经一点，你可以加油一点，啊，其实没有人想要对你怎样，就是大家看到你真的是很 OK， 真的，麻烦你加油一点，你不要每天都沉溺在，你每天沉溺在酒醉当中。没有人想要看到我说我每天都在喝酒，对啊，真的啦，所有的长辈跟朋友跟兄弟都一样，这个真的，你不要每天都喝酒，这个重新再站起来，真的，我们相信你真的可以的。我说，妈的，你看了大概你不去买酒，我也去买酒啊，要不然不是跑去哪里？我也跑去买酒，没有，我大哥没去买酒，我也去买酒啊，没有，因为我大哥他其实他今天喝很多，因为他比我提早出去喝，他今天喝很多，他今天喝很多了，对，他今天喝很多，我就算现在跟他喝，他也不能喝了，他也不能喝，这很怕你不喝，为什么？贵哥打给你，怎么了？没关系啊。好吧，那贵哥在哪里啊？我们过去找他。没有，真的喝酒伤身。哎，于慧你也在啊？我操！干呀，于慧，你妈你妈的，你在联盟追到脸出来了，我操！贵哥吗？好，喂，贵哥，哎，贵哥，对啊。有啊，对啊，然后后来又喝了一点高粱因为我刚刚啤酒喝一喝有没有啊？我现在喝高粱啊，我喝高粱全哥说要喝高粱，我说好啊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喝？你可以喝你再喝啊，你不能喝你就不要喝啊。我是刚刚喝高粱的啦，我喝了三分之四的，对啊。没有，就他一个人。然后刚刚有来一些朋友，就是有来一些我自己的粉丝之类等等的，对。嗨，贵哥你要来吗？有啦，有啦，我大哥有帮你把一些事情都处理好啦。好 OK，我会照顾他，好 OK，好，没有了，贵哥叫我照顾你啊，没有，贵哥叫我照顾你啊，对，就跟你讲说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很会喝，我真的很会喝，你们每人都不相信我，我很会喝，4分之什么叫4分之？没有4分之4。4分之3，什么街友都是个，你跟我小啦，什么街友都是个，你先跟我小啦，所以你说我是街友，那也没关系啊，哎呀，那也没关系啊，我就街友啊，怎么样，我就街友啊，怎么样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能怎么样？我就街友啊，你想怎么样？能怎样？我就街友啊，怎么样？不是嘛？不要这样。对啊。还有改给你吗？我们讲话客气一点嘛，讲话好好聊天嘛。那开个假账号就这样子。
是啊，我就接油啊，我就接油啊，我就接油啊，怎么样？没有啊，谢谢。我就接油。把那个装在我身上就好了，不给我就好了。额市场一点又要求，没有啊，没有要求啊，要求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要认什么的流程好不好？我开到这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